我多少钱了？我好累的家子。我一老，不打都是对包呀，你莫弄呀，我给你包呀，这什么啥也不要。你别摸去，我先拿来。来。这我来抓去拿了，谁就摸去，赶紧拿去上去，走后。喂，家二两哥，那好几天了。好几天，从河南搬到的，弄到包啊。